你每天吃的东西可能正在慢慢变成毒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你早上去传统市场，精心挑选最新鲜的番茄、马铃薯、大蒜，还有那瓶纯天然的蜂蜜。回到家后，你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全部放进冰箱，心里想着这样就能保鲜了，家人吃得安心。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你可能做错了。这4种食材放进冰箱24小时后，可能产生致癌物质，或者失去原本的营养价值。更可怕的是，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正在发生。你以为冰箱等于安全，以为低温就是保鲜的最佳方式。但科学研究已经证实，有些食物进了冰箱，反而会启动一连串化学反应，让原本健康的食材变成隐形的健康杀手。这不是恐吓，而是科学研究已证实的事实。欧洲食品安全局、美国农业部，甚至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，都曾经针对这些食材发出警告。但很少人知道，因为这些资讯 bury 在厚厚的研究报告里，没有人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。今天我要让大家彻底颠覆对冰箱的信任。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这4种食材味，什么不能放冰箱，它们会产生什么毒素，以及正确的保存方法是什么。请一定看到最后，否则你每天都可能在吃毒。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这部影片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你的评论，并提出任何你可能有的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博仁，医师我研究营养学已经超过30年了。首先，我要跟你说，别担心，很多人都这样做错，我自己以前也犯过同样的错误。当我第一次知道番茄不能放冰箱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家冰箱里永远都有一整袋番茄。冰箱确实是人类的伟大发明，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食物容易腐败，人们常常因为吃了坏掉的东西而生病。冰箱的出现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，拯救了无数生命。但是冰箱并不是万能的保鲜箱，就像人一样，有些食物天生就怕冷。你可以想象，有些食材来自热带地区，它们的基因结构、酶的活性，甚至细胞膜的组成，都是为了适应温暖的环境而演化出来的。当你把它们放进摄氏4度的冰箱里，就像把一个热带鱼丢进冰水里一样，它们的生理机能会全面崩溃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食物在低温下会启动防御机制，产生我们不想要的化学物质。这些物质有些会破坏营养，有些甚至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接下来我要带你看4种最常放错的食材，每一种我都会告诉你科学原理、实际案例以及正确的保存方法。是不是常觉得冰过的番茄没味道？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从市场买回来的番茄红彤彤的，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，但是从冰箱拿出来之后，切开来却发现它变得软软的，吃起来淡而无味，完全没有番茄该有的酸甜滋味。这不是你的错觉，而是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。很多人买回来番茄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全部放进冰箱。我们以为这样可以保鲜，可以延长保存期限，但事实上，你正在亲手毁掉番茄最珍贵的东西，它的香气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当番茄被放在摄氏13度以下的环境时，负责产生香气的基因会被关闭。没错，就是关闭，就像你家的电灯开关被冻住了，再也打不开一样。这些基因一旦被低温抑制，即使你把番茄拿回室温，它们也无法重新启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番茄的香气来自于超过400种挥发性化合物，这些化合物是由特定基因控制的酶来合成的。当温度太低，这些酶的活性会大幅下降，甚至完全停止工作。研究显示，冰过的番茄香气成分会减少70%，甜度会降低20%。你吃到的其实只是一颗失去灵魂的番茄，而且低温还会破坏番茄的细胞结构。番茄的细胞壁在低温下会变得脆弱，导致果肉变软，口感变差。你咬下去的时候，不是清脆多汁，而是软烂无味。那么番茄应该怎么保存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室温保存，把番茄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，地头朝下，避免阳光直射，不要用塑胶袋包起来，这样可以让番茄自然成熟，保留最完整的风味和营养。还有一个小秘诀，茄红素是番茄最重要的营养素之一，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。研究发现，茄红素在加热后的吸收率会提升3倍，所以如果你想摄取更多茄红素，可以把番茄煮成番茄汤或番茄炒蛋，这样对健康更有帮助。第二种是这个甜到心里的食物，蜂蜜。让我先告诉你一个神奇的故事。考古学家在埃及的金字塔里发现了一罐3000年前的蜂蜜，你猜怎么着？那罐蜂蜜依然可以吃，没有腐坏，没有变质，甚至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。这就是蜂蜜的神奇之处。蜂蜜含有超过80%的糖分，水分含量极低，这样的环境让细菌和微生物根本无法生存。加上蜂蜜本身含有过氧化氢和其他抗菌物质，所以它可以自己保护自己，完全不需要冷藏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，他们把蜂蜜买回家后，习惯性的放进冰箱，以为这样可以保鲜。结果过了几天，打开瓶子一看，蜂蜜变硬了，变成白白的结晶，像石头一样挖不出来，然后他们就以为蜂蜜坏掉了，准备丢掉。其实那不是坏掉，那是葡萄糖在低温下自然结晶的现象。但问题是，这个过程会让蜂蜜失去它最珍贵的东西——活性酶。蜂蜜里面含有葡萄糖氧化酶、淀粉酶等多种活性酶，这些酶具有杀菌、帮助消化的功能。但是当温度降到摄氏10度以下，这些酶的活性会大幅降低，甚至完全失去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冰过的蜂蜜杀菌力会下降，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。更糟的是，冰箱里的湿气会凝结在瓶口，让蜂蜜吸收水分。一旦水分含量增加，蜂蜜就会开始发酵，产生酸味和酒精味，这时候就真的不能吃了。正确的保存方法是把蜂蜜放在室温、前燥、避光的地方，瓶盖要盖紧，这样保存。蜂蜜可以放上好几年都不会坏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关于第3种食材马铃薯。这是我在门诊遇到的一位病人，我叫她陈妈妈。陈妈妈今年58岁，住在新北市，是一个非常注重健康的人。她每天早起运动，饮食清淡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但是有一次，她来做健康检查，我发现她的肝酵素指数异常偏高。我问她：陈妈妈，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？她想了想说：没有啊，医师，我就是正常吃饭，偶尔会炸一些薯条给孙子吃。我继续问：那马铃薯你都怎么保存？她说：我都放冰箱啊，怕它发芽嘛。就是这句话让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。马铃薯放进冰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低温环境下，马铃薯里的淀粉会快速分解成糖分。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没什么，但是当你把这些变甜的马铃薯拿去油炸或高温烹调时，问题就来了。在摄氏120度以上的高温下，
糖分会和马铃薯里的天门东西胺 asparagine 这种胺肌酸结合，产生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物质。这种物质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安培级致癌物，意思是很可能对人类致癌。研究数据显示马铃薯在冰箱里放2天，糖含量会增加3倍，而这些糖在油炸后产生的丙烯酰胺含量会比正常保存的马铃薯高出1倍以上。这是欧洲食品安全局警告的头号问题。他们曾经对市售的薯条、洋芋片进行检测，发现很多产品的丙烯酰胺含量都超标，而这些产品的原料很多都是冷藏过的马铃薯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儿童对丙烯酰胺的吸收率比成人高，代谢速度却比成人慢。也就是说，小孩子吃了这些食物，受到的伤害更大。回到陈妈妈的故事，当我把这些告诉她之后，她吓了一跳。她说：“医师，我以为放冰箱是对的，我以为这样可以保护家人。”我告诉她，很多人都这样以为，但现在你知道了，就可以改变。正确的保存方法是，把马铃薯放在摄氏12到15度的阴凉处，用纸袋或竹篮装，保持通风，避免阳光照射。因为光线会让马铃薯产生茄碱，这是另一种毒素，会引起头晕、恶心、腹泻。如果你看到马铃薯发芽或变绿，请毫不犹豫地丢掉，因为这时候茄碱的含量已经高到可能中毒的程度了。第4种是最常陪我们下厨的朋友——大蒜。大蒜是华人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调味料。无论是爆香、腌制，还是做成蒜泥，它都能为料理增添独特的风味。而且大蒜含有大蒜素 allicin，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抗菌、抗氧化物，治对心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但是很多人习惯把大蒜放进冰箱，以为这样可以保鲜。结果呢，大蒜在冰箱里会发生什么事？首先，大蒜会开始发芽，你可能会想，发芽不是很正常吗？是的，但问题是，发芽的大蒜会消耗掉大量的营养，变得浅瘪无味。其次，大蒜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发霉，你可能没注意到，但大蒜的表皮底下可能已经开始长出黑色或绿色的霉斑。这些霉菌会产生黄曲毒素aflatoxin， 这是已知最强的致癌物质之一，主要攻击肝脏。最重要的是，大蒜里的蒜酶 allinase 在低温下会失去活性。这种酶是合成大蒜素的关键，没有它，大蒜就失去了抗菌的能力。研究显示，冷藏过的大蒜抗菌力会下降超过 50%。那么，大蒜应该怎么保存呢？最好的方法是把整颗大蒜没有剥皮的挂在通风前照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，这样可以保存好几个月。如果你已经剥了皮，那就要在1周内用完。或者你可以把大蒜切碎，加一点油装，在玻璃罐里放进冷冻库，这样可以保存更久，而且随时可以取用。最后，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如果你看到大蒜上有任何霉点，请不要犹豫，丢掉才是保命。不要想着切掉坏的部分就好，因为黄曲毒素已经渗透到整颗大蒜里了。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。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东西。冰箱是家里最信任的角落，却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把食物放进冰箱，以为低温就等于安全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4种常见的食材，它们在冰箱里会发生什么事？番茄会失去香气，基因被低温关闭，再也找不回原本的风味。蜂蜜会失去活性酶，杀菌力下降，甚至可能因未吸收水分而发酵变质。马铃薯会产生致癌物质
丙烯酰胺，尤其在高温烹调后，对身体的伤害更大。大蒜会发霉，产生黄曲毒素，这是攻击肝脏的强力致癌物。这4种食材的共同点是什么？它们都不适合低温保存，因为低温会改变基因表达，降低酶的活性，启动不必要的化学反应。我们以为在保护食物，其实是在让家人吃得更危险。特别是家里的长辈，他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本来就比较弱，更需要吃到营养完整、没有毒素的食物。如果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些知识，让他们每天吃着冰箱里的毒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事。食物的保存不是越冷越好，而是要对症下药。每一种食材都有它最适合的温度、湿度和环境。只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了解，就能让家人吃得更健康、更安心。今天这4种食材：番茄、蜂蜜、马铃薯、大蒜，请你记在心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把它们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放在正确的地方。这个小小的改变，可能会为你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巨大的影响。健康不是靠花钱买，而是靠知识守护。今天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你这4种食材为什么不能放冰箱。我不是要吓你，而是希望你能真正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，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现在我想请你做3件事。第一，留言告诉我哪一种食材最让你惊讶？是番茄失去香气，蜂蜜失去活性，马铃薯产生致癌物，还是大蒜会发霉？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。第二，请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和你一起生活的人，因为这些知识可以保护他们的健康。也许你的妈妈、你的太太、你的女儿都还不知道这些事。你的一次分享可能会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，甚至救他们一命。第三，从今天开始，打开你家的冰箱，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这4种食材。如果有，请把它们拿出来，放在正确的地方。这只需要5分钟，但它可能是你今年做过最重要的健康决定。我希望你能想象这个画面：你的餐桌上，番茄散发着自然的清香，蜂蜜流动注金黄色的光，则马铃薯没有毒素的威胁，大蒜保持着完整的抗菌力。这4种食材像是亮起了光，象指着你用正确的知识守护了家人的健康。健康饮食从改变一个小习惯开始。今天你学到的不只是4种食材的保存方法，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态度，用心对待每一口吃进去的食物，用知识保护每一个你爱的人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是林博仁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